我叫哈子，我的家有8个人，爸爸妈妈、弟弟、哥哥、姐姐和我。我喜欢画画和打羽毛球，我喜欢白色和绿色，我喜欢吃火龙果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。我叫丁，我家有4个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。我喜欢画画，我喜欢绿色，我喜欢吃炸鸡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加入师。我叫哈菲，我家有4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弟弟和我。我喜欢画画，我喜欢蓝色，我喜欢吃炸鸡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医生。我叫阿满，我家有6个人，爸爸妈妈、弟弟、哥哥、妹妹和我。我喜欢打保龄球，我喜欢绿色和红色，我喜欢吃鸡肉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